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慧丽，欢迎来到名家名段节目。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傅全香老师所塑造的风尘三绝中的第一位皎桂英。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三绝中的第二位，《李娃传》中的李亚仙。小吹的呀！啊，那么就快听吧。快点我来，相公听。我不啊！好一场旧模样。越剧《李娃传》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传奇，传奇的作者名叫白行简，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白行简有个哥哥却是大名鼎鼎的，那就是写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白居易。《李娃传》描写的是进京赴考的荥阳士族公子郑远和与歌妓李娃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算一月子一年生。
死败了一片。《李娃传》是唐传奇中数一数二的佳作，在后世也被多次改编。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明代传奇《绣如记》以及后来的川剧，而越剧则是根据明传奇改编的。从唐传奇到明传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白行简的笔下，妓院老鸨陷害郑元和的举动，李娃是知道并参与的；而在《绣如记》及后来的演出中，李亚仙则和郑元和一样，变成了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这一改编也使得李亚仙这个人物的前后性格更统一了。哎，这个云阳人家乃天下王族，既名门不取，他就怎肯应聘我们行员人家呢？亚仙啊，既然见情儿
再问你，姑爷到京城是做什么来的呀？奉父母之命上京应试。哎呀，说的是嘛。至今他这样沉湎于你，经书不读，文章不做，今天就是大比之举，你叫他拿什么去考啊？如今你还要留他，岂不要触动了他的青春，耽误了他的前程？长此下去啊，你还要害他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你。哎呀，这种事情嘛，在我们杭元宋家，难道还见得少吗？雅典啊，你不要爱神相公，反而害了神相公你。现在14万国上，跨到3轮嘛，实为良品。不与我心乱是嘛，人老情深必须家，我一生何福再安排，总算是上他乡，我真人勤劳飘零天涯，名扬王国显真大，不光他是年父亲生女。老生我嘛也好转转光啊！
美女有生美气在心，走请报大恩大。哎呀，那好那好，那我们先去夜香，后去月城。今天啊，可要爽爽快快的玩上他一天了。这就去，那就好啊！啊，娘子，你看是好啊！呀，得问他修女。啊，姑爷啊，外面叫马已经备好，姑爷先骑马而去啊。不，我要与娘子一同行啊！哎，我呀姐嘛，正上问别叔叔而来啊。叔叔而来。是啊。哦，好，我先有一步。在哪？娘子怎么你在流泪呀？哎呀，呀姐没小意思，怎么为什么见就这样的难上难分了？哦，娘子放心，我已把所有的事备好相说，就在水库等人。呀，是啊是啊。我谢云了。哎，在哪？《李娃传》中的李亚仙性格刚烈，生活中的傅全香老师也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1983年，傅老师被查出患上了癌症，需要手术治疗，而当时上海越剧院已经和香港签订了演出合同。傅老师和范老师主演的《李娃传》是那次香港之行最重要的一场演出。民间又问了，马儿扎了那马儿被伤了，来新被骂了，家母回开门，只有得中途了当。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若难人不得已了。因此啊，当他一出烈花落，烈的烈花落一流痛。啊，老爷奶奶说得好日吧。门外去老爷奶奶，你应错吧。
啊，我是亚西，我是在做梦吗？不是做梦，这是真的。亚西，真了，我终在找到你呀！亚西，哦，真了，天是不痛。我来问你，那天你到赵灵寺烧香，我叫王姨妈送来100两银子，你可认收着？啊，没有啊。故人儿很紧张，还在你流落长安做姑娘，你可真无知，将老婆去想，是不是你误做当大名伤？不懂不知是为什么你我还心要去中呀？哎呦，走了去把门停，我在家谁连着过。只是光娘子听燕子底下挽救乱亡，听此言，心事大今生我猜你更难找，还得你归坐金香台，还得你流落长安也门乞讨，想我是家少不应老病长，新男女生娃在哪边？为了不让香港观众失望，傅老师提出要求，手术可以，但必须保证能够在2个月之内恢复，重新登台。手术后的傅老师，借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再次登上了舞台。银燕载着傅全香潇洒地飞上蓝天，然而傅全香的香港之行却并不潇洒，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回报热爱他、关怀他的港澳观众。在什么林中忙的季节？
我说花是做一下，月明是在头堂上，正好与你同对用，真是事无这一样，这一样。人啊，应该好好的读书，等你将来考中试，另有自己名字对名。哦，读嘛！让你一个人静静做多一会儿啊！哎，你来做什么呀？我来找书本，找书本。哎，是书经，不是都放在书桌上，怎么找到这里
刘兵我不肯入宫读书，只把你来放酒呀！什么？无牌斗子，求伯流泪，有人一打进去，这是我这日子都不下去了哦！什么？你是为了我一双眼睛，使得你不能用心读书的吗？真是啊！你那上救我啊，好比两个金狗，把我的文两个勾着去了，我还有什么心情读书呀？值得庆幸的是，李娃传在香港的演出格外成功。大病初愈的傅全香在台上光彩照人，根本看不出他是刚刚动过手术的人。戏里踢幕一折，李亚仙有一个取凤钗的动作，要举起右手高过头顶。傅老师毫不犹豫地把右手举起来，以妩媚的姿态取下了凤钗，把同台演出的演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的傅老师身上还绷着很多的绷带，而右手一侧正是他开刀的伤口所在。高举右手不仅疼痛难忍，而且有崩开伤口的危险。但傅老师却忍住了剧痛，没让台下的观众看出丝毫破绽。想不到他为了我一双眼睛，在他不是顺利死里逃生，如今也决一功名，死下去岂不要潦倒一生，永无才对自得免得他衣裳全凭
万文苦中月阴家道所以落风灯家店无财大宽清我不嫌你王门大锁万家子，我爱慕你心人在高台想不到，为了你家母要别离，你的路一边团的无。雄横英俊三，偏偏同他呀先进，到此边度是梦境。放肆在山海风波血与金，我听女君从相逢是恩到长卷大使命，我要保郎君第十次，要把郎君返来生，哎呀，才让我拳头必为国民，我所来不费用啊，只是女命，我要让世人看看，天女女子如何在世道偏见，功利有贪，看让他为自己在今年幸运雨露的方须担望三郎，你记我意，你莫为呀心一苦。我觉他去在这些个
美是傅全香老师不懈的追求，也是他传授弟子时一再强调的一点。不论扮演的是千金小姐还是风尘女子，不论是人还是鬼，都要美。李娃传故事的最后，李亚仙双眼失明，但傅老师演来依旧是那样的美。唱戏哦，李亚仙回来接力郑元娥读书相长，他把自己的双目吃下。如今郑元娥得中归来，他家眼睛看不见，只有用双手去摸。唉，这段戏呀，体现了李亚仙高尚的情操，复杂的心情。这样吧，我来当郑元娥，你来演李亚仙，来摸吧。二娘子，元娥高中归来了。啊，告中了，告中了！怎了？你头上戴的是乌纱？乌纱，乌纱。怎了？你身上穿的是紫袍？紫袍，你真的告中了，告中了，你真的走了过了。这见上娘子的罪呗。不，这让自己的兴奋。你说什么？把他拿出来洗吧！去！快引进我去呀！我不曾那么的缘故，在中水面长呀！告中了，真的做了官了，真的做了官了，这就是娘子的不，这是怎样自己的情分。恭喜地府高中！哦，进去，雅君姑娘，这位是北地一举闻名的李师兄。哦，李大哥，你在镇上有闻名之恩，请上受我一拜。雅君姑娘，愿我的德育精神，多亏雅仙姑娘演的，我也有一帮。啊，请请里面走。啊，娘子，救生恩。
这就成都成就，心是梦归呀陪，亲呀子穿得起来。在了，牙仙青绿鼻尖，哪里受得起这官高王风呢？娘子，愿我只有今日献上娘子的功德，这哪有不朽之理呀？弟弟，娘子。在那，我是风尘中的女子，杀做了唐元之战，岂不跌入尘世门第？怎能得于今日？我心愿已了，别无他救。娘子，我就一不为孤立了。你若不愿认赢，我还要这生命何用？我不是死于娘子跟前了吧？真了，真了，真了！念你我夫妻今生，我就送你一程，就是到了天门，你我是。欣赏了人美、心美、情美的《李娃传》，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继续共同领略风尘三绝中的杜十娘的美。观众朋友们，再见。家不方寸，带上我三娘平生愿望。我在你。